咁一路到清朝道光27年，耆英兩廣總督奏請道光批准起城，起好座城之後就喺九龍寨後邊加個城，呢、個就係歷史上個名。但係好可惜，呢塊石額長期埋咗喺地底，冇實物做證。咁點解你行我哋公園咧，你會發覺好多咁上下，好似 A4 咁上下大嘅亞克力膠片，右上邊印住遊園須知，但係你留意下左下角嘅印章，點解通公園呢塊牌都係城寨公園咧？咁啊曾經有個市民問我冇得答啊，問阿謝老師，原來佢話就係話，因為呢批嘢係設計嗰陣時已經做好咗，因為呢個係公家園林，如果你毀咗佢就浪費公帑嚇。咁你如果出土唔係出土嗰塊石額，你都冇資格改翻正個名。我諗你都知道香港呢個地方好奇怪，你冇原底個實際物件，你永遠改唔翻個名。咁人叫咗幾廿年，呢度叫九龍城寨喺度起個公園，順理成章就係城寨公園。咁啊，但係點解我哋公園後期又改翻寨城公園呢？就係因為出土咗嗰塊實物，嗰塊實物仲有年份作住，仲有3個官員監督起城，亦都係佢哋帶頭捐錢起城嘅。所以出土咗之後，我哋就有條件改翻原來個名。